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北利语的第45堂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用斯北利讲日本短语。给我改意思是多少钱？给我改，给我改。Edura gudu 意思是太贵了。Edura gudu， Edura gudu。Okafoko zaranyani 意思是便宜一点。Okafoko zaranyani， Okafoko zaranyani。让我们再说一次。给我改。Edura， Okafoko zaranyani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